咁多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 Hako。咁你今日嚟睇呢個哪吒一個卡通版嘅卡包啦。我先拆開俾大家睇下，嘥一啲時間啦。唔知道係咪一同二合體嘅？嗰啲係。好得味。我讀俾大家聽，我見UR 就有10款啦 ，SSP 咧就有6款，喺共同戰鬥嗰個應該冇乜㗎，跟住仲有後面QR 咧，嗰個就有20款啦，加埋台詞嗰個 FR 就有10款。嗰個友情卡就有8款，我有啲字唔讀，我睇下有幾多包，我今日先揀幾包先，一包、2包、3包、4包、5包、6包，暫時6包，10包、8包、9包、10包、11包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總共20包，有啲少。實話講係有啲少嘅，但係都有啲怪咧。我今日先拆5包，先拆5包唔夠嘅，再拆5包，3、4、5，嗱就呢5包，我拆細咗一次過俾觀眾睇下。我唔會翻面住，我就一次過睇。我的慘死先，有好卡喎，但係唔得睇住。仲有3包。咁多呢個白貝啊喂，白貝，唔知呢個係咪讀白色嘅貝？就粉光，我哋哪吒我分分鐘學會，一張係哪吒我分分鐘學會。結介紹，姐姐介紹。對哦，信號是啥來着？這它是啥來着？第一集嘅彩蛋，跟住將嗰個背面卡，公主夫人，性別女性，年齡未知，身高160厘米，武器係劍。咁我遮住咗，跟住佢係嗰個背面先擺呢度，跟住佢係嗰個介紹卡啦，介紹嗰時啫，好多卡。公夫人應該係咁樣，再生不出嚟，我砸咗隻間破店，再生不出嚟，我砸咗隻間破店，隻手咁遮住。群人先上，書生，即係叫人哋唔好動手住。擺粉。
李靖，唔知係咪李靖定李？試諗李靖就李靖。提議真人，處仙木叫障礙法。呢個又係呢張啦，跟住呢個佢隻泡泡 FR， 跟住就係佢 BB 時候想踢嗰個你換踩一起來啊！叫佢哋一齊踢嗰個魚。暫時未知佢個名，奧信吧，應該係奧信。有一張新小炮，性別男性，年齡12歲，身高135厘米，都腳羅盤。嗱，就係呢張，擺近啲鏡頭俾你哋睇下。海翼叉，不用太厚。我真係佢話佢茶瓶咁啲，啲小孩擋住嗰啲劍，我記錯咗係劍。提議真人同呢隻青蛙實敗，咁佢係青蛙。哪吒時開心嘅樣，敖光同佢嘅兒子敖丙，我覺得唔過癮。多5包我就收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其他收手。分拆包，跟下期視頻拆晒佢，唔知有冇下期視頻啊嚇？得唔得切？點解有種不好嘅語？啲背面感覺好似要升級卡嘅咯，你哋覺得咧？哇！有劇情卡，呀哈！一次噶啦，第一張劇情卡，又係呢個婦人。MR 嘅月曆，呢個都成啦，佢哋喺度提議真人敖丙哪吒。提議真人。小心不要碰到上頭的機關。燒佢皮，燒佢私人部位。又係呢張，又係新小布，新小炮，錯咗。我不過，又係呢張。奧信。我讀佢啲嘢出嚟。性別男，年齡沒知，身高210厘米。我係就唔知啦。又係隻啦。我係唔想做。2025 3月，佢哋喺度食緊嘢啦，飲緊茶。又係呢張。又係呢張，佢摘咗嗰個破點。因為係哪吒唔小心嗰張，嗰張係新嘅。你真係成日同上一張唔同，點嗰張？又係呢張。呢隻手係敖丙嘅，我記得嘅啲劇情。嗰陣時敖丙喺龍宮啦，敖丙喺嗰個陳塘關，跟住咧佢嗰個面就被掹咗落嚟咧，就俾大家發現咗佢係龍族咯。
佢哋走向佢哋嘅父親。知唔知？睇嗰個佢就好開心啦。哎呀，嗰個解啦，哇！總共幾多張啊？數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1喺呢度啦，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7、38、39、40，夾埋40張，我湊咗10包，唔知，即係每包10張，唔啱，先，我睇下幾多張相同而家排列一下。呢張係嗰個邊卡，我睇下配邊張係最啱嘅。呢張，呢張應該都幾配喎。唔知，俾隻手遮住。呢個，我睇下幾多張相同。搞相唔相同？仲有咁多冇拆，到時再拆。佢2元包，哦，每包2元，每盒2包。啲卡有冇卡人？唔知，我唔知佢哋公司乜係邊個標誌嘅。我扭卡先。我睇幾多張呢啲背面先？應該得1張。錄緊影嘅喎，原來。近啲睇先發現咗。呢個睇呢個視頻嘅畫面吧，因為佢有呢個錄影嚟嘅喎，又係錄影。你自己睇佢哋個毛，睇佢個毛皮啊！呢種乜卡要介紹先？應該冇卡㗎啦，我全部都介紹晒啦吧？係啦，我全部都介紹晒啦。介紹翻。得，全部介紹。咁今日就呢度，如果中意嘅話，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 同埋 share 呢條片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